我是乐乐，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嘿嘿嘿嘿。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面，住着一位神奇的动物医生，他可以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，并且帮动物们解决疑难杂症。今天，医生又遇到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呢？听说今天街上有新的店开幕了，我要出去看一看。小马，你冷静一下，豆豆来，他对我是发生什么代志哟？好可怕的声音，吓到我了！你豆豆讲，是什么声音吓到你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突然就有一个很尖锐的声音。小马，我终于追到你了！阿斌，他度假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刚刚的巷口的店开幕了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可是当老板拿出锣鼓宣布开幕的时候，多谢你大家来参加阮水果店的开幕典礼，以后拢爱常常来买水果，哈！一定会的。小马最喜欢吃苹果了，我一定会常常来买苹果给小马吃。小马，你也很开心对吧？好，那呢，我们水果店的开幕仪式正式开始。小马，你要去哪？等等我！代志就是安呢。医生，为什么小马会突然跑走啊？我来问看卖咧。小马，刚刚不是很开心吗？是安怎你熊熊的走去啊？医生啊，其实啊，我很胆小啦，而且又很容易紧张。要是啊，突然有很大声的声音响，我就会被吓到。呵，我了解啊。阿斌，其实小马很容易被突然大声的声响给吓到，所以如果你以后带它出去散步，一定要特别小心哦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更加注意的。医生，我对小马的了解还是太少了。其实马跟人类的情感都是很丰富的，而且它们非常的敏感，所以如果要照顾小马的话，要用更多的细心跟耐心。好，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照顾小马的。医生啊，谢谢你我现在已经好多了，也谢谢阿斌你这么关心我。小马说他现在好多了，你们以后还是可以一起出去玩哦。小马，我们要继续当好朋友哦。来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苹果，下次我们一起吃吧。阿斌，你之前不是有唱一首关于马的童谣吗？可不可以再唱一次啊？那我现在马上来唱。秀才，骑马隆隆来，伫马顶挂落来，挂一个真厉害。喙齿痛，骨会害；目睭痛，骨目白；腹肚痛，骨肚在，嘿，真厉害！这条歌做出名的呢，阿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首歌呢是在说有一个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，跌了好大的一跤哦。他在涂药的时候啊，明明就是牙齿痛，他却涂在了下巴；明明就是眼睛痛呢，他却涂在了眉毛；明明就是肚子痛，他却涂在了肚脐。就是在说这样的故事哦。原来是这样哦。那我们现在请乐乐来教我们这首歌的台语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喽。骑马，骑马，骑马，下巴，下海，下海，眉毛，目白，目白，肚子，腹肚，腹肚，肚脐，肚仔，肚仔。都学会了吗？让我们再跳一次吧。秀才，骑马隆隆来，伫马顶挂落来，挂一个真厉害。喙齿痛，骨会害；目睭痛，骨目白；腹肚痛，骨肚在，嘿，真厉害！秀才，骑马隆隆来，伫马顶挂落来，挂一个真厉害。喙齿痛，骨会害；目睭痛，骨目白；腹肚痛，骨肚在，嘿，真厉害！
乐乐有频道喽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。嘿嘿。